国的各个领域的艺术家，还有年轻人在一起，能够用他们的文化来把我们这个美丽的剧场变成一个艺术的殿堂。我希望各位今天晚上都给每一位在舞台上呈现他们艺术的每一位的朋友们，给他们热烈掌声，更多的鼓励，能够让我们这个传承杯不仅是在这一次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而且未来的每一届都能够越来非常优美。苏菲，我非常喜欢她唱的那个粤剧啊，特别是她也是我们洛杉矶地区的林妹妹，是吧？也算是王文娟老师的传承人啊。所以每次听到她唱那个，我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啊，也想到儿时的时候看的那个这些王文娟演的这些粤剧啊这些。那么我觉得中华文化需要传承啊，中华文化也需要传承，也需要跟其他的文化交流。所以我想我们的艺术家们在这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特别是从2018年举办首届的活动到现在坚持4年举办，为这个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And Morano Cultural Performance with Sophie Wu,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to come together to bring these magnificent artists here to present their music and their singing. Morano Cultural Performance is focused on innov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folk music. We will see the Chinese orchestra, the opera house, the jazz band, the women's band,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instruments. So it is going to be so wonderful tonight. I am so grateful for your efforts to foster creativity and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 旋转舞机，好，转这里舞机，好吧，祝你们成功，谢谢大家。这个世界要熟悉与使命感、责任感，坚定民间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信传承杯这个文化品牌将在洛杉矶、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能够熠熠生辉。
承，中华传承。在由各个不同曲目的粤剧音乐串烧的丽人情中，我们一起短暂回顾了粤剧的100年历史，回顾了海外粤剧联盟一路走来的传承经历，也由此拉开了第5届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暨海外粤剧联盟名家名段经典折子戏专场。让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指挥张一成老师和美国中华国乐团。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丽雅。大家好，我是美国城市卫视主持人张悦。在演出正式开演之前，让我们先欢迎出席观看今天演出的特别来宾。欢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大使文化参赞王泰玉，欢迎施盖博市长丁彦玉先生，欢迎蒙特利前市长林达坚先生，欢迎本次活动主办方梅拉诺文化演艺总裁、传承杯国际艺术节主席李殷先生。欢迎本次活动共同主办方英盟传媒董事长苏燕涛和夫人苏林淑婷女士，欢迎本次活动联合主办方广州湘云故里董事长王雪女士。欢迎本次活动的联合协办方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陈慧娣主席、荣誉主席张素九大姐以及南加华联的各位会长。欢迎本届传承杯艺术节荣誉主席、美中工商联合总会会长张勇先生。欢迎呈现华人联合会会长周燕瑜女士，欢迎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文、理事长熊文胜。欢迎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欢迎汉天卫视董事长李记，欢迎海外悟道悟茶联盟主席杨玲女士。出席今天演出活动的赞助企业有 Well Auto 洛城淘车会、国际普贤航运会 Alice 姐姐、Compass 物流 CEO 高阳和远见教育集团。欢迎喜来登酒店美美会时尚养生会所方丽娜，欢迎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欢迎纽约人寿 Simon Chang， 欢迎上海滩餐饮集团董事长陆强先生。欢迎 ICBC 美西工商银行行长何建中，欢迎美国嘉德宝公司董事长杨运迪，欢迎领先地产总裁 Calvin 龚，欢迎秀色可餐董事长严陆关，欢迎悠悠剧团团长盛一丽，欢迎爱在马路边 CEO 邵俊，欢迎睿智投资集团董事长林玛丽，欢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徐玉兰专项基金于晓明、丁瑞芬。欢迎中国风艺术协会，欢迎美国帝豪食品公司，欢迎美国互惠财富集团，欢迎快乐小羊火锅料理，欢迎宴天下餐饮集团，欢迎方氏美联印刷公司，欢迎金国会。再次感谢以上协会和企业对传承中华文化的支持和赞助，也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及在美国的普及推广工作，多次亲临现场参与指导我们的活动。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大使上台致辞。谢谢主持人。尊敬的苏主席、各位侨领、各位民选官员、侨胞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儿跟大家再次见面。非常高兴能够参加第5届传承杯的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那么，首先代表我们总领馆向这个活动的成功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那么去年我也在这儿参加了第4届的这个开幕式的活动，那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演员们的这个精湛的表演，还有我们各位艺术家的高超的演艺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
确实在我们洛杉矶有做这个非常高的这些演出团体，而且艺术水准都非常高。那么另外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侨胞们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这种坚守，那么确实我们侨胞们这个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这项工作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传承中华文化对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来说尤其重要。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管身处何地我们都不能忘记中华文化的根中华文化的魂。所以我也非常感谢非常赞赏美拉诺演艺集团和英龙传媒每年坚持举办这样的活动，传承中华文化。那么去年我说了，粤剧对我来说我是格外的感到亲切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一起做好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我们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那么所以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艺术家们感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感谢我们的侨胞们积极的参与和支持。那么我们一起把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做好。谢谢大家。也祝这个第5届传承杯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也预祝参加后面的各项活动的这些选手们取得很好的成绩。谢谢大家。请方婷大使由后面我们的乐团和嘉宾们一同合影。是的，现在有请传承杯艺术节主办方梅拉诺文化演艺总裁、传承杯艺术节主席李英先生，共同主办方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彦涛，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泰玉，联合主办方广州乡民部理董事长王雪女士。有请联合协办方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陈慧碧主席，传承杯艺术节荣誉主席张勇，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理事长熊文胜，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陈县华人联合会会长周燕宇。请所有叫到名字的嘉宾上台来共同合影。欢迎 San Diego 市市长丁彦宇，欢迎 Monterey Park 前市长林达坚。我们特别的感谢蒙市前市长林达坚先生送上的花篮，以预祝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成功。请大家一起上台来，并做简短的致辞。传承杯国际艺术节本着团结、多元、包容的理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各位贵宾，每个人来给我们致以简短的祝福。传承粤剧经典，弘扬戏曲文化，祝2022第5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尤其是在现在的美国，现在的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传承中华文化特别的重要。不仅让我们的下一代有机会保留我们的优秀文化，更重要的让更多的我们各族裔的朋友通过了解中华文化，减少种族歧视，同时呢，减少这个种族歧视所带来的仇恨犯罪。这样的话，我觉得文化的力量是无限的。祝传承杯圆满成功。大家好，我是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今天
很高兴站在这里，也感到很骄傲，因为今天的主办单位2位苏会长跟苏菲都是我们浙江人，所以在此我祝贺今天的晚会取得圆满成功。感谢舒主席和梅拉洛演艺集团给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越剧的表演。小的时候我们听到《红楼梦》会流泪，今天我们在现场亲自来体会我们的越剧的表演，我们也很荣幸，就是梅拉洛是我们兰家华联的一员，祝贺演出圆满成功，谢谢。各位晚上好，我是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理事长熊文胜，我在这里代表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祝贺百拉诺集团公司主办的美国第5届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晚上过得开心快乐，谢谢。大家好，我是美国城县华人联合会会长周艳宇，非常感谢梅拉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祝此次活动圆满成功。大家好，我是丁彦宇，圣耶鲁市长。我们圣耶鲁市是很有历史的一个座城市，所以跟这个传承杯也是相互辉映啊。那么有看到它上面写的 Unity、Diversity 和 Inclusive， 这个也是我们城市想要做的，就是要团结、多元和包容。那么借着这样的传承，我们真的是在美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就像刚刚苏主席讲的，就是说减少仇恨犯罪，让其他族裔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华文化。祝这次今天的晚会成功，祝今朝这支戏一出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张老师各位好朋友，传承杯把大家相聚在这里，传承中华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海外华人华侨的责任和担当。在这里祝第5届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来欢迎王雪女士。大家晚上好，那我是广州校运部理文化传播公司非常开心呢，我能有机会共同作为共同主办方参与我们2022第5届传承杯艺术节，那预祝传承杯艺术节呢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贵宾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宣布第5届传承杯艺术节正式开幕。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请大家陆续就坐。在此特别感谢大家的耐心，其他的嘉宾以及赞助企业代表们，组委会将会特别安排在8月21号下午喜来登酒店举行的闭幕式上上台致辞。现在就请大家欣赏由海外越剧联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代表主办单位向大家致以最真诚的感谢。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请更多的好朋友们上台来分享祝福。8月21号的闭幕式，我们共同欢庆。